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9月13，咱做伙来读阿摩司书第1章到第5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章，下面是提哥亚一个各样人阿摩司的话。欧西亚做犹大王约华斯的囝亚罗波安二世做以色列王的年间，就是大地震前2年，上帝甲阿摩司启示有关以色列的事。阿摩司讲，上主对锡安亲像狮在吼，对耶路撒冷亲像雷在弹，各样人的草埔焦去，加密的山顶拢孤单。上主安尼讲，大马士革人一遍搁一遍犯罪，我一定要刑罚因，因为因历代记的人亲像用铁起旁扔我国，所以我要放火烧哈西的王宫，烧毁便哈达的宫殿。我要弄断大马士革城的门窗，要消灭阿门边缘的居民，以及别伊甸的统治者，将叙利亚人掠去建立。上主安尼宣告，上主安尼讲，加沙人一遍搁一遍犯罪，我一定要刑罚因，因为因掠所有的居民，袂互以东人做奴才，所以我要放火烧加沙的城墙，烧毁伊的宫殿。我要消灭阿什突的居民，以及阿什基伦的统治者。我要伸手攻击以结伦，直到所剩的非利士人拢灭亡。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安尼讲，太尼人一遍搁一遍犯罪，我一定要刑罚因，因为因掠贵族的居民，袂互以东人做奴才，无遵守甲友邦所定的盟约，所以我要放火烧太尼的城墙，烧毁伊的宫殿。上主安尼讲，以东人一遍搁一遍犯罪，我一定要刑罚因，因为因用刀剑对杀家己的兄弟，一点仔拢无怜悯的心，因发性地无停，起受气无煞，所以我要放火烧提曼，烧毁波斯拉的宫殿。上主安尼讲，阿文人一遍搁一遍犯罪，我一定要刑罚因，为着要扩展因的领土，因破开基列有心的福音人，所以伫战争喊话的日，伫狂风大作的时，我要放火烧拉巴的城墙，烧毁伊的宫殿。因的王未受放逐，王甲伊的官员做伙受掠。上主安尼宣告。第2章，上主安尼讲，摩押人一遍搁一遍犯罪，我一定要刑罚因，因为因将以东王的骨头烧甲变灰腐。我要放火烧摩押，烧毁加略的宫殿。摩押为伫花口喊话分扫角的中间死亡。我会将摩押的统治者处死，太子王甲伊所有的官员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安尼讲，犹大人一遍搁一遍犯罪，我一定要刑罚因，因为因拒绝上主的律法，无守伊的规例，因对因的祖先拜假神，受引诱行袂路，所以我要放火烧犹大，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。上主安尼讲，
以色列人一遍搁一遍犯罪，我一定要刑罚因，因为因为着阮出卖义人，为着一双鞋卖善食人，因吞踏善食人的头壳，亲像在打土粉，因剥夺困苦人的权利，老爸甲囝攻击一个少女，直到亵渎我的性命。因伫逐个祭坛边，用善食人摕来抵押的外衫做床巾，伫因的上帝殿，啉百舍得到的钱买的酒。我捌伫因面前除灭阿摩利人，遐个人悬大，亲像白香树，臃肿，亲像上树。总是我毁掉因顶面的果子，斩断因下面的根。我嘛有带恁对埃及地出来，40年久带恁经过旷野，互恁得到阿摩利人的地做产业。我对恁的子孙中间竞选先知，佮对恁的少年人中间选立拿西尼人。以色列人啊，咸是安尼，上主安尼宣告。毋过，恁互拿西尼人啉酒，禁止先知传达上帝的话，所以我要甲恁指伫涂骹，亲像载满未困的车，甲恁缀甲袂振动。得命的走袂离，勇壮的失去气力，勇士嘛袂当救家己，射钱的徛袂在，骹紧的走袂赴，骑马的嘛袂当救家己的性命。伫迄日，连上勇敢的战士嘛会放下武器逃走。上主安尼宣告。第3章，以色列人啊，着听我上主责备恁的话。恁全家是我对埃及地带出来的，伫地上万族中，我只有经恁，所以我要因为恁所犯一切的罪刑罚恁。两个人若无相约，哪会斗阵行？狮若无老母，减会伫树林内吼；沙豚若无得到食物，减会伫洞内出声。花豆若无抗日，哪会撞到鸟啊？若无踏到机关，花豆哪会合起来？城内若有扫角的声，居民减袂惊。城内若有灾害，减毋是上主所讲。至悬的上主计划要做代志，一定会大声指示伊的仆人先知。狮在吼，啥人袂惊？至悬的上主讲话，啥人敢无传达？就伫阿什突的宫殿，甲埃及的宫殿宣布，就伫撒玛利亚的山自责，看城内的大扰乱，甲内面欺压人民的事，因为因袂晓做正直的代志，因的宫殿堆满用强暴抢来的物。上主安尼宣告，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有对着要来围困这个地，攻破你的防卫线，抢你的宫殿。上主安尼讲，亲像牧者对狮的喙抢出来的，简单两支羊骹，也是一块仔耳仔。伫撒玛利亚过车花生活的以色列人，会当逃脱的嘛是遐尼少。至悬的上主，万军的统帅上帝讲：着听，着警告哪国的后代。我因为以色列人犯罪，甲因刑罚迄日，我要毁坏
要第二个祭坛，坛的角未受斩断，落落地。我要拆毁因冬天热天的白种，像个砖塔的厝未受挥发灭，连大间厝拢会无去。上主安尼宣告。第四章，住伫撒玛利亚山巴山的牛母，着注意听。恁欺负善食人，压制艰苦人，对恁丈夫讲：酒旁来，咱来啉。至悬的上主记家己的性命立誓讲：看咧，日子都要到，人要用钩仔甲恁钩去，用钓鱼钩甲所剩的拖去。恁逐个人为互人拖去城墙的破屐，对遐弹出去。上主安尼宣告：做恁去要第二犯罪，出在恁去急甲加添恁的罪。逐早起献恁的祭物，每3日献恁所得到的10分之，搁献有价的饼做谢恩祭，大声等恁甘心献的祭。以色列人啊，这剑毋是恁介意做的，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我互恁伫逐个城喙齿无米通剥，伫恁徛起的所在拢无米通食。恁要久毋归于我，上主安尼宣告。收割前3月日久，我无落雨互恁，我互即阵有雨，迄阵无雨。我互即捆园有雨，迄捆园无雨煞打去。安尼2-3个庄舍的人偏来偏去，偏到另外一个庄舍找水啉，嘛袂止喙焦。恁要久毋归于我，上主安尼宣告。我用火烧风，用病害攻击恁，破坏恁的田园甲葡萄园，无花果树甲橄榄树嘛，互大只草莓食了了。恁要久毋归于我，上主安尼宣告。我讲瘟疫伫恁中间，亲像早前降伫埃及。我伫战场害死恁的少年人，搁恁的姐妹嘛，互人抢去，迎来尸体的臭味窜到恁的鼻孔。恁要久毋归于我，上主安尼宣告。我毁灭恁，亲像以前毁灭索多玛、蛾摩拉。恁亲像对火中抾出来的一块柴，恁要久毋归于我。上主安尼宣告：以色列啊，我要安尼对待恁。以色列啊，既然我要安尼做，恁着准备好势来见恁的上帝。看咧，造山造风，将伊的心意指示人，互黑暗变做光明。脚踏伫最悬的所在迄位，伊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。第5章，以色列人啊，着听，我要对恁唱一首哀歌。少女以色列跋倒，袂阁起来。伊伫家己的土地互人放散，无人甲伊扶起来。因为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的城，1000个出征，剩100个转来；100个出征，剩10个转来。上主对以色列人讲：着找求我，恁就会我。毋通去要第二找，毋通入去吉甲，嘛毋通过去拔示巴，因为吉甲的人一定会互人掠去。要第二会灭亡，着找求上主，恁就会我。
若无，以为亲像炎火吞灭玉石的鸡，烧尽八地里，无人会当甲伊拍花。恁惨啊！恁弯曲正直，吞达公义。恁着找迄位创造主，伊创造毛星甲参星，互黑暗变做黎明，互日时变做暗暝，命令海水拼伫地面。伊的称呼是上主，伊互堡垒忽然毁坏，互要塞变做土堆。恁怨恨伫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，厌恶讲真实话的人，恁吞达善食人，白色因所修成的，所以恁用拍过的石头起的水厝带袂牢，好的泡汤圆出产的酒嘛啉袂着。我知恁的罪过哪尼啊大，恁的罪算袂了。恁压制义人收贿赂，伫城门口冤枉善食人。伫即款社会时势，巧人拢点点毋讲话，着追求好，毋通追求歹。恁教诲我，安尼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会照恁所讲的甲恁同在，着怨恨歹，意爱好，伫城门口主持公道。安尼，检采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为施恩互约瑟家村的子孙。所以，至高的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安尼讲：伫所有的广场有哀哭，伫逐条街路有人讲惨啊惨啊，因为叫做是人来提哭，请熬唱哀歌的来哀哭。伫所有的泡汤圆会有哀哭，因为我要来甲恁刑罚。上主安尼宣告：恁毋望上主的日的人惨啊！恁是安怎伫毋望上主的日？迄日是暗，毋是光。迄日来临，会亲像人闪避屎煞拄着鱼，入去厝内抢画壁煞互蛇夹着。上主的日是暗，毋是光，暗暗暗，一丝仔光拢无。我厌恶拒绝恁的节期，嘛无爱恁的严肃会。恁献烧化祭甲素祭互我，我毋接受。恁献肥的精生做平安祭，我嘛无要接纳。着互恁唱歌的声离开我，恁弹琴的调我无爱听。着互公平亲像大水长流，互公义亲像江河直直流。以色列人啊，恁伫旷野40年，敢有献圣礼甲礼物互我？恁讲恁家己做的神明，撒国王甲高温星神的像，所以我要互恁受掠去比大马士革搁较远的所在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安尼宣告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阿摩司书第1章到第5章。